另外一方面，德國的駐沁記者兼作家周敬行接受訪問，講對去年寫這中國對台間諜活動的報告期間，去嘉義阿里山度假，所去中國來跟蹤。這調查局嘛證實講有接到相關的消息，周敬行所講的攏是真的。講到去互中國滲透，德國資深的記者兼作家周敬行感受真深。伊來台灣做東吳大學人權研究所訪問學者，昨日接受採訪的時陣講，捌互中國的間諜跟蹤，地點就佇咧嘉義阿里山度假的時陣，拄到少年的查某囡仔來甲伊講話，真明顯有中國的口音。I can smell these guys from my time in China. This young woman really followed us very professionally, hiding behind the car, hiding behind the street corner, and then sitting in the lobby of our hotel. And I made sure she didn't live in our hotel. 講到去年這個經驗，周敬行講，蘇當時伊當咧寫中國對台灣間諜活動的報告，互伊親身去拄到這個情形，是互伊驚一跳。甚至伊去甲調查局反映了後，執法單位才當介入審查2天，對方就隨離開台灣。德國學者周敬恆受訪所談均為屬實，本局高度重視本案，獲報後即展開相關調查。調查局證實，去年接到通報了後，就隨展開調查。不過，這件若像涉及間諜的風波，嫌疑人早就已經離開台灣。專家講，若是人去到第三國，實務上要遣返是真無簡單；若是轉去到中國，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加低。加上情報人員清在攏是來一個就隨走，要在短時間內收集證據偵辦，是不哩困難。針對中共黨政軍背景啊，或者特定敏感科技的企業高層進行列管啊，但是這個名單它有它的局限性，在沒有任何訊息跟情報的情況之下，不可能對每一位入境的旅客啊加以嚴格的檢查。專家分析，專工下海來到台灣跟蹤，情形是真特殊，除非這個目標有真大的情報價值。不過因為咱台灣邊境開放，會當以商務甲觀光等等的名義來入境。建議會當強化反情報的作為，積極收集高風險的名單，提醒各單位即時通報。也若全民嘛愛加強防間諜的意識，在日常生活當中嘛愛有國安的意識。記者綜合報道。